想象下，一碟新鮮美味嘅海鮮，突然傳嚟一陣難頂嘅腥臭味，係咪即刻冇晒胃口？但呢種腥味，唔止係新鮮咁簡單，佢背後藏住一個驚人嘅化學秘密。今日，我哋就嚟揭開呢個海洋風味嘅終極元兇。當海鮮唔新鮮，尤其係魚類同貝殼類，細菌就會開始活躍。佢哋會分解海鮮入面嘅一種叫做氧化三甲胺嘅物質。呢個化學反應嘅產物就係三甲胺，佢揮發性好高，帶有獨特嘅腐敗胺味。呢個就係你聞到嘅魚腥味啦。三甲胺嘅形成速度同保存溫度息息相關，溫度越高，細菌繁殖越快，腥味就越快出現。咁點樣可以減少腥味呢？最直接嘅方法就係保持低溫，盡快食用。另外，加啲檸檬汁或者醋，都可以有效中和三甲胺。因為三甲胺係鹼性，而檸檬汁同醋係酸性，酸鹼中和反應可以將腥味變成無味嘅鹽。下次食海鮮，記得留意食材嘅新鮮度，一啲簡單嘅化學知識，就可以令你食得更安心、更滋味。